要活得好，無論喺個人、職場、學校、家庭、父母嘅角度，多數人都覺得唔容易。資深精神科醫學專家黃崇光教授 JP 喺 iCAN 活得好視頻系列解說 iCAN 精神教育點樣去協助大家活得好，活得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工作事業成功，同埋活出健康、快樂、長壽嘅美好人生。大家好，我係黃崇光教授。我分4個課題同大家分享點樣先正可以活得好。喺課題3，我問咗一個問題：好多人忽略咗咩教育呢？我相信唔少人嘅反應係：我已經接受咗10幾年嘅教育，唔覺得有咩重要嘅教育我係忽略咗。咁我想問下你有冇接受過活得好嘅教育呢？喺本課題，我首先會解說乜嘢係活得好嘅教育，同埋點解我哋需要活得好嘅教育。iCAN 精神教育就係活得好嘅教育。接住我會解說點樣運用 iCAN 精神教育去發揮精神力量。精神力量係由大腦力量、心理力量、人生力量互動組成。發揮精神力量會使你活得好，同埋協助其他人都活得好。生命係活出嚟嘅，活出嚟嘅就係我哋嘅人生。我哋可以從中橫兩個層面去睇人生。中係人生嘅過程，橫係每天嘅生活。iCAN 精神教育使你喺人生中同橫兩方面都活得好。從橫嘅層面概括嚟講，我哋每天係圍繞住個人、家庭、工作3方面生活。工作係乜嘢？我哋可以借用英文 occupation 呢個字去了解。occupation 既係工作，亦都可以解釋為佔用時間。所以對學生係指學業，對家庭主婦係照顧家庭，對退休人士係每天嘅活動。活得好或者活得唔好嘅表現絕不含糊。從橫嘅層面，活得好嘅人喺個人、家庭、工作3方面都發揮得好。佢哋活得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工作事業成功愉快。反過嚟講，活得唔好，亦都即是身心不健康、家庭不幸福、工作事業不成功、不愉快。人生嘅中同橫有密切關係。我哋喺橫嘅層面活得點樣，會影響人生中嘅層面。每天活得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工作事業成功，使我哋喺人生中嘅層面活出健康、快樂、長壽嘅美好人生。冇人想自己活得唔好，關鍵問題係點樣先正可以活得好呢？我相信即使喺意識層面你冇問過呢個問題，但喺潛意識裏面你多數有問過自己。你嘅答案係咩呢？大多數人認為我哋有好嘅生活條件，例如住得好、食得好、收入好，就會活得好。唔少父母都有呢個諗法，認為子女而家同將來有好嘅生活條件，佢哋一生就會活得好。但係好多生活條件好好嘅人都係活得唔好嘅，佢哋嘅子女亦都係活得唔好。點解會咁樣呢？因為好多人將自己用壞咗，亦都將別人搞壞咗。大家對我呢個講法可能感到一頭霧水，因為覺得自己唔會咁做，亦都冇理由咁做。從常理角度，確實冇人係想用壞自己，亦都冇人係想搞壞別人。但係從只有1/4嘅人係屬於精神健康良好，而3/4嘅人係屬於精神健康欠佳嘅事實，
反映咗大多數人係活得唔好。點解會咁樣呢？因為佢哋忽略咗一本極為重要嘅 user manual， 結果就將自己用壞咗，亦都將別人搞壞咗。提及 user manual 使用手冊，我相信大家唔會陌生，因為大家會聯想到有關電腦、手機、汽車及各種家庭同職場裏邊嘅大小機器。使用手冊一般會解釋機器嘅結構、功能同使用方法，亦都包括點樣保養及各種可能出現嘅故障同徵兆，更會特別強調點樣發揮機器嘅最高效能，同埋點樣避免將機器搞壞。我哋會忽略比較便宜同埋簡單用品嘅使用手冊，但係對於昂貴同埋重要嘅機器，我哋一般都會特別留意。咁樣你擁有嘅最寶貴、最重要、最厲害嘅機器係乜嘢呢？就係你自己。因為醫學指出，我哋身體嘅所有器官其實極為複雜同奇妙，而大腦神經科學更加指出，我哋嘅大腦係擁有無限力量同埋無盡潛能。使用手冊其實好重要，特別係有關重型機器。熟悉使用手冊，讓我哋能夠發揮呢啲機器嘅最大效能，同埋避免將佢哋搞壞。搞壞咗，後果係可大可小，小則要去修理，大則係釀成意外，甚至係災難。我哋要熟悉有關自己嘅使用手冊，才能夠將自己用得好。唔熟悉會點樣呢？我哋唔止將自己用得唔好，更會用壞自己，同埋經常會搞壞別人，特別係屋企人。我曾經引用嘅 Erita 同埋陳先生嘅例子，佢哋就係因為唔熟悉有關自己嘅使用手冊，首先係用壞咗自己，使自己嘅精神健康出咗問題，繼而影響家人都出咗問題。機器用壞咗就要修理，輕者在現場修理，重者就要送返廠去修理。人用壞咗會點呢？就係要尋找治療，輕者在醫生嘅診所，重者就要住院治療。使用手冊嘅複雜性差異極大，普通家居用品嘅使用手冊可能只係1-2頁嘅篇幅，複雜如飛機、郵輪、核電廠又點樣呢？佢哋嘅使用手冊可能仿如一間小型圖書館嘅藏量。家具用品嘅使用手冊只需要1-2分鐘就能夠掌握，但係飛機、郵輪、核電廠嘅使用手冊又點樣呢？我哋係要通過專業教育，先正能夠掌握呢啲複雜嘅使用手冊。同樣道理，我哋當然要熟悉有關自己嘅使用手冊。呢個係一個咩過程？就係教育過程，而且應該等同專業教育。教育首先要有課程，所以有關自己嘅使用手冊，其實就係活得好嘅課程。有咗課程，我哋繼而要進行培訓，呢個就係教育嘅過程。我哋嘅社會重視教育，大多數人最低限度接受咗12年普及教育，而唔同嘅專業更要接受大學同埋專業嘅教育。對比之下，我哋就係缺少咗有關點樣使自己活得好嘅一套完整教育。有關活得好嘅課程，內容應該包括身體嘅結構同功能，特別係了解身體同心理嘅互動，亦都包括保養方法同埋各種可能出現嘅故障同徵兆。而且要特別強調
點樣發揮自己嘅最高效能，同埋點樣避免將自己用壞咗。因此，活得好教育嘅基礎應該係醫學，包括所有嘅專科醫學，其他領域例如文學、哲學、音樂、藝術，咁又點呢？呢啲唔同嘅領域亦都常會涉及有關活得好嘅理念同方法。我認為活得好教育嘅基礎應該係醫學，因為醫學係從科學角度讓我哋了解同埋掌握有關自己嘅操作。有咗呢個掌握，會使我哋更有效運用其他領域嘅方法，並且收到相得益彰嘅作用。大家可能接住會問，既然活得好教育應該建基於醫學，咁點解醫學冇提供一套完整嘅活得好課程？主要原因係醫學嘅重點係治療，因此不論普通科醫學或者不同嘅專科醫學，都係集中於研發治療嘅方法，同埋對病人進行治療，而唔係去研發活得好嘅課程。社會上並冇一套以醫學為基礎嘅完整活得好課程，當然亦都談不上喺社會上推行活得好嘅教育。咁我哋應該點做呢？30年前我思考咗呢個問題，當時我係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系嘅教授兼系主任。我嘅想法係，我哋需要研發出一套以醫學為基礎嘅完整活得好教育。呢個會係一個由零開始，而且係一個漫長嘅過程。因為首先要將好多複雜嘅醫學知識同方法反覆篩選、歸納、統整，然後深入淺出咁組織成為實踐方法，繼而編寫成為成年人、中學生、小學生、幼稚園學生適用嘅課程。成年人更加要進一步分為適用於個人、家庭同職場嘅課程。有咗課程，仲要去設計同埋測試唔同形式嘅培訓方法。作為精神科教授，當時我有一個強烈嘅願望，要將呢一套活得好嘅教育研發出嚟。我係喺1994年開始研發工作，至今2024年已經30年。我同我嘅團隊已經研發出一套完整活得好嘅教育，呢個就係 ICAN 精神教育。我哋繼續將呢套教育優化同埋發展，所以研發工作至今都仍然係冇停落嚟。人生冇幾多個30年。點解我會用咗咁長嘅時間去做呢項工作呢？主要有3個原因。首先係作為精神科醫生俾我嘅深刻體會，驅使我要咁做。作為精神科醫生，我深刻體會精神心理疾患帶俾人嘅痛苦同埋折磨，而且唔止對病人自己，仲會影響家人同埋其他人。更甚嘅係精神心理疾患一般唔係短暫嘅問題，佢經常會影響人嘅一生，而且仲會導致可怕嘅跨代病理現象，亦都即是精神心理狀態欠佳嘅父母，使子女成為不快樂，甚至係有精神心理疾患嘅孩子。呢啲孩子繼而長大成為精神心理健康欠佳，或甚至係有精神心理疾患嘅成年人同父母。於是精神心理疾患就一代接一代咁延續下去。另一方面，我當時研究主要係集中喺流行精神病學，亦都即是研究喺社會上各種精神心理疾患嘅併發率同埋原因。所以我好熟悉25、50、25呢3個數字。我相信大家仲記得呢3個數字係指喺一般嘅社會，只有25% 嘅人係屬於精神健康良好，其餘嘅係精神健康欠佳，包括50% 嘅人係處於精神亞健康狀態，同埋25% 嘅人係有各種精神心理疾患。
我臨床工作嘅體會同埋流行精神病學研究所得嘅數據，使我得出一個肯定嘅結論，就係單一以治療嘅方法係絕對不能夠有效解決整體人口精神健康欠佳嘅問題。第二個重要原因係我童年嘅經歷，亦都驅使我要去研發一套完整活得好嘅教育。我嘅童年活得非常不好，喺學業方面我有相當嚴重嘅中文讀寫障礙，因此小學成績非常差，差啲冇機會升上中學。升上中學，因為成績欠佳，中一仲要留級。喺生活條件方面，我家境貧窮，居住劏房，一家六口只有一張碌架床。喺家庭方面，父母都好愛我，但係因為我有讀寫障礙，成績好差，父親每日都係用嚴厲嘅打罵方法嚟教我，所以我對佢有好強烈嘅愛恨交加情緒，亦都成為一個好唔快樂嘅孩子。其實我就係一個俾父母搞壞咗嘅仔女嘅實例。按一般人嘅預測，我嘅一生應該係活得好唔好？大家可能感到不可思議，點解童年活得咁樣唔好嘅孩子，長大後竟然能夠成為醫生呢？回望我嘅童年，我深刻體會到我係一個比較幸運嘅孩子，因為父親嘅改變，使我由一個唔快樂嘅孩子改變成為快樂嘅孩子，由活得唔好改變為活得好。如果父親冇改變，我會肯定咁講，我會成長為一個唔健康亦都唔快樂嘅人。當然唔會成為醫生，亦都唔會有機會同大家分享我嘅經歷。仲有第三個原因，就係作為父親嘅體會，亦都使我要去研發一套完整嘅活得好教育。我嘅三個子女亦都俾咗我好深刻嘅體會。30-40年前，佢哋仲係幼兒，晚上嘅時候，我經常坐喺佢哋嘅床邊，睇住佢哋安穩入睡。我會思前想後起嚟，思前我心中湧現出好多對父親嘅回憶。想後我問自己，我三個子女長大之後會成為點樣嘅人，同埋佢哋同我嘅關係會係點樣呢？我覺得我三個子女係幸福嘅細路仔，因為父母唔止愛佢哋，仲懂得點樣培育佢哋。但我亦都聯想到社會上有好多不幸福、不快樂嘅細路仔，就係精神科醫生嘅工作、自己童年嘅經歷同埋為人父親三方面深刻嘅體會，俾咗我好大嘅推動力，要去研發一套完整活得好嘅教育。呢套教育就係 ICAN 精神教育。我喺30年前，即是1994年，創立咗 ICAN 實踐心理學模式，目標係協助大家發揮心理力量，使自己活得好。隨着不斷嘅研發，我發現要得到最好嘅效果，除咗心理方面，仲要加入大腦同埋人生兩方面。其實喺日常生活裏邊，特別係當出現問題嘅時候，我哋經常會諗到心理、大腦、人生三方面。例如問自己心理上可能出現咗咩問題，大腦方面可能出現乜嘢障礙，人生有咩唔如意嘅事情等等。接住思考解決辦法嘅時候，亦都係會從呢三方面去思考。呢個就係點解除咗心理，我仲要加上大腦同埋人生，使大家發揮心理力量、大腦力量同埋人生力量。我哋每日都係不斷運用心理去處理生活嘅兩方面，只不過大多數人係不自覺。第一方面係日常生活，第二方面
係各種人生嘅變化同問題。正向心理力量就係使我哋喺呢兩方面都做得好嘅力量。請大家重溫本視頻系列嘅課題3。大腦神經科學話俾我哋知，大腦極為奇妙，因為大腦有無限能力同埋無盡潛能。大腦力量就係使我哋能夠釋放大腦嘅無限能力同埋無盡潛能嘅力量。從人生角度，決定我哋活得好嘅最關鍵因素係良好生活方式。所以人生力量就係使我哋每天生活喺個人、家庭、工作3方面都有良好生活方式嘅力量。心理、大腦、人生3個範疇都係屬於每一個人自己。我哋係從呢3個範疇去了解自己及掌握佢哋之間嘅互動同埋循環關係。從心理角度，正向心理會保障大腦健康同埋進展大腦潛能，亦都會使我哋喺人生方面發揮得好。從大腦角度，發揮正向大腦力量，能夠保障大腦健康，亦都會使我哋喺心理同埋人生2方面發揮得好。同樣道理，從人生角度，每天活得好，自然亦都會使我哋喺大腦同埋心理2方面都好。我相信大家會想到，如果能夠喺呢3個範疇同時發揮力量，咁唔係會更好？ICAN 精神教育就係要協助大家同時發揮大腦力量、心理力量、人生力量，同埋使呢3大力量產生強大嘅互動作用，就構成咗精神力量。我曾經指出，活得好嘅教育應該等同專業教育。呢句說話可能會使你感到學習同埋掌握 ICAN 精神教育並不容易。我想請大家安心，ICAN 精神教育嘅醫學基礎實在相當複雜，但 ICAN 精神教育將呢啲複雜同埋艱辛嘅醫學理論、知識同埋方法統整，以深入淺出嘅方式，使大家容易理解同埋運用。發揮精神力量嘅過程並不複雜，就係首先你要激發精神力量，接住你要持續發揮精神力量，而激發同埋持續發揮精神力量重中之重嘅3個步驟，都係反思、醒覺、實踐。我會以自己嘅人生經歷作解說，讓你了解點樣激發精神力量，同埋點樣持續發揮精神力量。我曾經提及我有相當嚴重嘅中文讀寫障礙，小學成績極差，並且因此經常被父親打罵。我係一個好唔快樂同埋好冇動力學習嘅孩子。到咗中1仲要留級，點解後來我竟然可以成為醫生？答案就係喺1965年7月嘅一個晚上，我激發咗自己嘅精神力量。當晚係我中1學年完結嘅一日，我拎住學校派發俾我嘅成績表返屋企，心裏邊極度忐忑不安，因為成績表上邊有半數科目係唔合格，而且學校要我留級。當時我只係一個13歲嘅少年人，冇乜嘢醫學或者心理學嘅知識，但我係發揮咗生命嘅本能，改變咗自己嘅一生。後來成為精神科醫生，我先正了解呢個不可思議嘅人生改變，係因為當晚我通過反思、醒覺、實踐3個步驟，激發咗自己嘅精神力量。
激發精神力量嘅第一步係反思。反思係心理方面嘅操作，我哋嘅心理係習慣成自然咁操作，冇反思我哋就唔會有改變。反思首先就係停一停。當晚我預料父親會狠狠咁打罵我一頓，但係出乎意料嘅係佢竟然冇咁做，反而係語重心長咁同我講：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好好咁諗一諗兩個問題。你將來想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你想點樣去活自己嘅一生？父親當晚對我態度上嘅改變，使我作咗人生最重要嘅一次反思。我整個晚上都冇瞓覺，仿如係我嘅人生進入咗定鏡模式。定鏡模式就係停一停嘅表現，亦都即是暫停咗慣性嘅心理操作。能夠停一停，我自然會想一想。我好清楚記得整個晚上，我嘅內心仿如出現咗另外一個我，一個旁觀者嘅我。呢個旁觀者嘅我好認真咁觀察喺現實世界裏邊嘅我。佢等我清楚見到喺現實世界生存嘅我係一個活得一塌糊塗嘅學生。我繼而不斷思考父親俾我嘅兩個問題。到咗清晨，我腦海裏邊閃出咗一個好強嘅諗法。呢個好強嘅諗法就係意識嘅醒覺，亦都即是激發精神力量嘅第二步。醒覺係大腦方面嘅操作，雖然已經事隔60年，我仍然好清晰記得當時喺腦海裏邊閃出咗好強烈嘅想法，就係我唔要再衰落去，我要改變我嘅人生。呢個強烈嘅想法其實就係大腦意識醒覺嘅表現。大腦神經科學極為複雜，但係亦都歸納出有關大腦最簡單亦都係最重要嘅知識，就係我哋可以將大腦分為意識同潛意識兩部分。意識係大腦嘅指揮官，潛意識係大腦嘅執行者。潛意識嘅力量極大。就以大家正在觀看呢個視頻為例，當你嘅意識專注於呢個視頻，你知唔知道你嘅潛意識正在做乜嘢呢？你嘅潛意識使你可以繼續生存，因為你嘅心跳、呼吸以至身體所有器官嘅操作都要不斷嘅監控同埋調節。呢啲功能都係你嘅潛意識喺你不自覺嘅情況下自動操作。潛意識會影響人嘅一生。以我為例，我童年唔快樂嘅經歷深刻烙印喺潛意識裏邊，喺我不自覺嘅情況下支配咗我嘅思想、情緒、行為，繼而會喺我不自覺嘅情況下影響我一生，使我一生繼續係不快樂嘅人。但幸好當天清晨，我嘅意識醒覺咗啦。醒覺就係大腦意識恍然大悟。醒覺使大腦嘅意識發出新嘅指令俾潛意識，潛意識接到新嘅指令，先正會衝破烙印喺潛意識裏嘅慣性思想、情緒、行為，使我哋能夠將新嘅想法同埋做法實踐出嚟。當晚通過反思，我同自己講：我唔要再衰落去，我要改變我嘅人生。其實就係我一生中最重要嘅醒覺。呢個亦都係我嘅意識俾潛意識嘅新指令。冇反思，我哋唔會有改變，因為潛意識會喺我哋不自覺下支配我哋按舊有嘅思想、情緒、行為嘅習慣去操作。但係只係有反思而冇醒覺，我哋亦都唔會有改變，因為潛意識嘅支配力量實在係太厲害。所以請大家要謹記，通過意識嘅醒覺喚醒潛意識，
主宰潛意識，我哋先至會打開改變之門，使我哋有好強嘅動機，通過實踐新嘅想法同埋做法去改變自己嘅人生。而實踐就係激發精神力量嘅第3步。實踐係人生方面嘅操作。從讀中一嘅1年開始，我對學習產生濃厚興趣，因此上課嘅時候係非常專心，做功課同埋溫習嘅時候亦都係非常專心。每當有空閒時間，我最喜歡嘅活動就係學習同閱讀，亦都因此我嘅成績突飛猛進。激發精神力量之後，我哋要持續發揮精神力量，人生才會活得好。我哋亦都係通過反思、醒覺、實踐3個步驟，使我哋能夠持續發揮精神力量。通過反思，我哋正視同了解自己嘅進展；通過醒覺，我哋意識到喺心理同埋人生各方面要做啲咩進一步嘅改變。通過實踐，我哋學習同埋運用相關嘅方法，使自己不斷進步。1965年7月嘅呢個晚上係我人生嘅分水嶺。喺呢一晚之前，我嘅人生係活得好唔好？喺呢晚之後，直到今日，我嘅人生係活得好好。點解呢？因為喺當晚我激發咗精神力量。接住喺第2日，直到今日，我都係持續發揮精神力量。請你反思喺個人、家庭、工作3方面，你而家嘅狀態係點樣呢？如果狀態係好嘅，我恭喜你，我希望你會變得更好。如果你嘅狀態係不好，我鼓勵你。希望你由不好變為好，由不好變為好，好變為更好，係改變嘅過程。通過 ICAN 精神教育，你首先要激發精神力量，啟動改變過程。你繼而持續發揮精神力量，就能夠實現由不好變好，好變更好。ICAN 精神教育嘅特點係易學、實用、有效。易學係指一般對醫學冇認識嘅人都能夠容易了解同埋掌握 ICAN 精神教育提供嘅知識同方法。實用係指每天喺生活嘅各方面，大家都能夠將 ICAN 精神教育嘅理論同埋方法運用出嚟。有效係指大家運用 ICAN 精神教育嘅知識同方法，會使你每天喺個人、家庭、工作3方面都活得好，亦都即是活得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工作事業成功，同埋活出健康、快樂、長壽嘅美好人生。我所指改變你嘅人生，係包括你喺個人、家庭、工作任何一方面或者多方面，由不好改變為好，及由已經好改變為更好。點解5分鐘能夠改變你嘅人生？因為改變人生嘅關鍵過程係在於你能夠運用反思、醒覺、實踐3個步驟。而決定呢3個步驟最關鍵嘅一刻係醒覺。通過反思，我哋嘅意識常會喺瞬息之間醒覺。唔少人形容醒覺嘅一刻，仿如係腦海裏邊由漆黑一片，突然大放光明。請你每天用5分鐘嘅時間觀看 ICAN 精神教育嘅視頻短片。你要進行反思、醒覺、實踐3個步驟。反思，
你唔只要了解視頻短片嘅內容，更要通過短片提供嘅內容去反思自己嘅狀態，醒覺。你要醒覺到自己喺個人、家庭、工作3方面需要改變乜嘢，使自己由不好變好，好變更好。實踐視頻短片亦都提供實踐嘅方法，通過做同埋學去實踐呢啲方法，你就能夠改變自己。通過反思、醒覺、實踐3個步驟，首先激發你嘅精神力量，繼而持續發揮精神力量，你就能夠改變你嘅人生，由不夠好變好，好變更加好。你認為你係屬於20% 精神健康良好嘅人，還是屬於50% 精神亞健康狀態，或甚至係20% 有精神心理疾患嘅人？如果你有信心自己係精神健康良好，我恭喜你。如果你認為自己係亞健康狀態，或甚至係有精神心理疾患，我相信你嘅醒覺會驅使你去改變自己，將自己從精神健康欠佳提升至精神健康良好。我嘅祝願係，無論你係屬於邊一種狀態，你都要強化自己嘅精神健康，使健康嘅變得更健康，亞健康改變為健康，疾患狀態得到改善，甚至提升為健康。我希望我嘅祝願，亦都係你嘅願望。你要點樣做，使你嘅願望成真呢？請你進入我哋嘅網頁，進行心理評估，了解自己嘅精神健康狀態，註冊成為 iCAN 特選會員，每天用5分鐘時間去學習 iCAN 精神教育嘅網上視頻，通過反思、醒覺、實踐3個步驟，我有信心你會願望成真，你會活得好，活得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工作事業成功。如果你係為人父母，我相信你亦都會影響子女，使佢哋成長得好，同埋一生活得好。